新冠疫情冲击各行各业，市长黄伟哲苦民所苦。30日指示副市长戴谦召集各局处首长会议后，提出9大纾困措施甲6大振兴计划，决定到日15日资金协助民众渡过难关。第9大纾困措施分别为减税、项目包含房屋税、娱乐税、牌照税等等。第2项措施是延期缴税，以上各项税目拢会当申请延期，或者是分期缴纳。另外，还有延缴产业补助、交通补助、家户补助以及失业劳工补助等9大纾困措施。除此以外，第6大振兴计划部分有休闲观光振兴、商圈百业振兴、店家设计振兴、产业文化振兴、艺文表演振兴、市场夜市振兴等。市府欢迎有需要民众会当拨卡1999市民专线，或者是生活关怀专线0639015551，拢有专人会当询问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